濕水是象牙劣化的主要原因，但如果含水量太高，又會滋長霉菌，這讓象牙的保護陷入了兩難的境地。會不會畫？你就能再畫了。為了給象牙創造一個恰到好處的臨時保存環境，在和國內眾多同行交流之後，謝志斌決定嘗試一個用石蠟封存的新方法。這個戴口罩，據那個殺菌的那個大蒜素，好臭，這個。這是一段有味道的視頻。老謝先用大蒜素給象牙殘段做了個全面的細菌消殺，一層紗布，一層保鮮膜，一層锡紙，再倒入溶解的石蠟。這個是不停的放2個月、3個月、4個月、5個月，看它是不是水裡面長不長癌。不過，就算是再嚴謹的流程，有時候也會有意外發生。試錯是一個必要的過程。隨着石蠟的凝固，象牙被套上了4重護盾，但它能否擁有絕對防護，還要交給漫長的時間去解答。